大家中昼平安，大家暗安，大家熬早。冠先即摆已经时间错乱啊。大家今仔日搁见面啊！毋知影大家有个人讲早顿较暗、较晚才食吼，即摆还未枵，嘛有人是还未下班。冠先嘛还未食中昼啊，我有叫外送，小等下送来，安尼小等才食互大家看。好，大家好，今仔日中昼即个今仔要做的代志嘛是真轻松啦，就是耍 game 互大家看吼。即个 game 真趣味哦，就是但是做迄个龙人啦，日本的迄个举刀的龙人，咱小等的甲各种无共款的敌人相拍，咱来先看觅。ET 中昼平安，我中昼食啥？我有叫迄个，因为今仔日耍即个 game 足有日本的迄个风情所以我嘛叫一个日本菜或者牛丼牛丼小等迄个外送的来。好，咱来先看觅吼。这个 game 叫做哈亚伊，哈亚伊就是日本话足紧的意思。好，即摆看起来是3个无共的角色会当选。夏夜，中昼平安，我毋知影是安怎，一直想要讲暗安。夏夜食饱未？无毋对。好，即个 game 就是安尼吼，你会使安尼。你袂使互迄个敌人拍着吼，敌人拍着你连面就死啊！就是安尼，对，安尼就死啊！卢心咧讲啥？啥物冠星小弟？对，海亚去，我到海亚去，紧，搁较紧无够紧就会安尼。这就有一种你甲时间停落来的感觉你就伫即个暂停的时间内底来，如心小妹，你莫搁安尼骗家己好无？如心你搁想看觅？救命！对，你着做有迄个做一个勇士你为的就是一个摩托海区的 game 好大死啊！头一摆看人耍所以你以早捌伫迄个 Steam 顶悬有看到即个 game。我感觉即个庆记的有够麻烦。敢是庆记还是啥物？还是啥物？救赎的即个攻击。阿咪，中昼平安。好，无要紧，直接讲暗安好。阿咪暗安。我安怎食饭？小等才食我有叫外送，小等伊送来，我才来食。好，咱来换一个人看觅。咱
来看卖无共的角色，因可能有一寡无共的能力吼。我看卖哦 ，abilities 哦，这个人就是走较紧，这个人或者，这字体有够恶读，伊这字体就是想要学迄个日记的迄个日文的迄个字吼，毋过伊其实是英文，这读起来有点痛苦。这个人叫做卡祖亚对吧？卡祖亚，伊就是走较紧。这个人叫做 Tomoe， 伊的迄个时间的迄条，就是头拄仔有迄个红色迄条，伊迄条较长，毋过迄个咧补的时阵补较慢。无咱来先看卖。真正是足长的，种长。阿叔中岛平安，好，来大家来，嘿。这压力会愈来愈大。有诶无睇到，对，这都迄个查某仔就会感觉。毋过伊那时候其实毋是暂停，伊那时候其实毋是暂停，伊其实是足慢诶慢。你看迄个，伊个酱咧飞，头拄大家敢有看到？所以伊其实毋是所以伊其实毋是真正甲时间暂停。听讲有人要看少少对无？要用迄个，大家做阵来试听。毋知影是啥，毋知影是倒一个迷信。zone。你有听到啊？毋是要互你听的呢？莫黑白听好无？非你不听吼。我感觉我有愈来愈会晓啊。可能有啦。这好耍呢。过客毋是过客中岛平安。即摆咧体验迄个摩托海亚区的感觉。
会使家己算看卖毋过看别人算可能压力袂遐大，家己算的时阵，要死的时阵压力就足大。救命！救命！救命！莫过来！对，有人今日要看九九。毋过你离迄个查瓦路都应该要足远的。对啊，休喘一下。伊共人抬的时阵，就有迄个声，就有迄个迄个声，互人感觉足过瘾的。咱还有一个角色无试过嘛？伊若像是对，伊若像是有一寡成就会使达成吼，这有迄个这有20个成就。即摆已经有2个完成啊！若总有3个完成，就会当有新的角色通算吼。咱先来算看卖，即个头拄也未试过又2条命啦！我大海去倒位下落去，你搁想看卖啦？你搁想看卖？迄明明就是足有名迄出 anime 内底呢，迄出内底应该无啥物下落，无一定。嘿，过去原来是上班的时阵偷看，毋过无声音，你我安尼讲你嘛听无？好，无要紧，即个 game 无声音嘛是会当看甲足过瘾的，什么意思 ？Ruby 阿酸阿苏，陆心你是想要创啥？陆心你搁想看卖吼？好啦，这个人叫做欧达，敢是安尼读欧达，有2条命伊头一摆死的时阵，就会甲所有在场的敌人拢杀死，感觉足厉害呢。好，咱试看卖。惊互掠着吼！对。其实伊迄角色行路的迄个方式真古锥呢。你看，咱行路有够古锥，对，看起来其实足缓慢马达，我已经死啊！不要伤紧啊！我嘛无看到阿酸呢，阿酸应该还未下课啦。阿酸应该是小等才会来，那即摆来伊应该互我骂。对，即只有2条血，毋过伊的迄个分数变做4分1。头拄发生啥物代志？喂，我被点好哦。就马达，救命！现在我无该叫，我有啊，我是该叫，无参照你遐吵尔。这对我来讲已经是咧该叫啊，好无？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啊，中昼平安。我开这个时间是不是？大家拢爱偷看才有法度。马达。该
该动15秒，才会当得到伊的成就。哎，那个。哦，救命！救命！绕开，够绕开。得走！哎！哦，伊嘛袂当画伤长呢，伊若是画伤长，伊会靠足紧。哦，好，会使用画图棒，嘛对吼，这应该用画图棒袂歹，会使偷画图。对毋过我即马是用骨刺。还是规气，我小等甲画图棒摕来，咱就会使来感受看卖吼。毋过其实伊咧行路的时阵啊，伊行路的时阵是用起盘。所以，若准用画图棒我嘛是会使呢。我就是一只手伫起盘，另外一只手举笔。哦。对，这甲奥数共款吼，是较适合用画图棒来耍的。用嘴举笔，你阁想看卖啊？佮动10秒，我就有成就啊！我会加伊，替我动10秒。有成就啊，应该有。无要紧，咱有新角色。会当创啥？马萨西格。嘿，过10秒，伊这反射会当做一个角色，就是Starburst Storm 安尼。可能达成一个条件的时阵，会使用这招。Abilities destroy surrounding at end of attack。伊攻击了。好，无咱直接算看卖好啊。伊毋是举刀呢，伊是举迄个。OK。
cool，very cool。哦，啊，毋过伊较需要，伊较需要闪。这应该毋是，这应该毋是扫帚，这应该毋是扫帚吼。对，这应该是钢推啊啦。哎，救命！哦，这只困难。什么是变手？什么是变手剑术？啊，无抬到。哦，伊迄 box 较大呢，看起来是有。伊这无写，伊迄个角色的介绍内底无写，伊迄 box 较大，无公平。毋过应该有呢。应该中哦。好，咱试看卖。大家来，这无法度，这伊袂行，这只无法度。什么合作吐的声都好笑，较有人安尼，较有人介意听人吐。好，大家来中吼，来中开 party。袂使，救命！硬到啊，总硬到诶！我已经开始咧凊彩话啊！对啊，迄个骨头有够烦诶！多谢ET 的鹅了，我嘛感觉我开始有进步啊！阿酸中道平安，加在你无偷上课时阵你无偷看真好。咱来换一只，这爱六个成就才会当升这位，伊的迄个头毛，伊的头毛，我足介意伊的头毛，我想要看卖伊到底会当创啥。我的鼓动，对，我的鼓动还袂来，等下伊来的时阵，伊会卡我的迄个，我的手机仔就会跳通知，可能我看卖哦，可能要爱等2-3分，对，伊看起来就是迄个，因遐讲的迄个木造作，来看卖，无搁来算一位好啊，来看卖，我会使看卖当1分钟。哇！
网络要无啊？哦，对呢，我足久无食炒面，惯性爱食迄个鲜鱼炒意面，唔知大家敢有食过？迄会使炒番茄，嘛有人炒蛋，拢做好食。哦，对啊，台南的料理，对。啊对，青肠汤的材料，互你做。啊，毋过青肠汤好食呢。其实我感觉做这物件就是，其实毋免知影因内底的材料。有时若是知影迄个材料了后，颠倒的有人会毋敢食。啊，毋过其实好食就是好食。而且我知影足侪欧美人，因是无咧食动物的迄个，就是下水啥物，因拢无咧食。啊，毋过其实，若准杀一只动物，啊，你干那食伊的肉，无食伊的迄个内底其他的器官，其实我感觉是安尼足无彩的，所以，对。啊，所以我感觉吼，有啥物通食的，拢甲食咧，安尼较袂浪费。哎呦，哇，多谢阿信，青肠汤内底有青肠，你无讲我犹毋知呢。对啦，重点是这啦。嘿，无够紧。哎呀个，もっと早く。哎，生囝的生哦，生长啊。啊！毋是，迄拢食熟的，猪肉袂当食青，当然伊的迄个器官嘛袂当食青。对，即只较简单，即只较基本啊，会较顺。无我感觉其实我算较上顺手的是迄个头毛的就是迄个查某囡仔。啊，毋过因为我即马想要改成就啦，我想要耍迄个独走族，所以我就需要耍即只。我想要动1分钟，啊，毋过还无成功吼。对，学了就会死吼。无，我真正毋是做效果，我是真正无设置。
嘿嘿嘿嘿。你嘛毋是做效果，你咧讲跳王呢？对啊，安尼就是蹦甲做效果选一个嘛，你一定是其中一个嘛。差无到1秒啊！救命！差无到1秒，我要紧，过来一摆。哎呀，这，哎 ，OK。啊！过来。啊？是安怎？我无咧看迄个，我无咧看迄个关掉，所以我毋知影倒一个部分甲伊有像。阿心，你是啥物意思？阿酸一定会出去比赛，人都无想要比，你是咧？好，过去豆豆啊食好饱，多谢过去来。厉害的人就会去比赛，嘛无一定啦。对，啊，毋过伫学校确实是，你若是较会晓，你就会互杀出去比赛这有面。是安怎？啊！呵，迄个外送小蛋，对，伊真正是有较慢，啊，毋过啥无法度，可能即马中昼啦，较侪人咧叫。小蛋，啊，伊来啊，我的中昼顿来啊。我来摕一粒我的中昼顿吼，我真紧就转来。小蛋哦，小蛋就转来哦。
我倒来啊，大家。哈？啥物叫做多谢惯性？陆心你是咧讲啥？我哪会听无？陆心阁想看觅吼。我遮粪扫车是毋是足大声？我先甲麦克禁掉好啊。好，伊应该开始咧离开啊。好我看觅。哦哦哦，OK， 所以这是现抽现写，这真正做刺激的，这嘛是咧考验大家临场的迄个能力。题好。题目看乌帮，题目看乌帮是要安怎写？毋是吼，题目看乌帮当做是题目，安尼是会当写啥物内容？伫遮变安尼哦，伫遮变迄个超现实小说。哦，安尼这学生应该就毋免考试啊，会使直接做迄个小说家，会当直接出道就好啊。哦，这伊嘛写会出来哦，有够厉害。会使写，好，安尼阿酸嘛是未来的小说家吼。好，我的迄个，等等，我的牛丼，好食的牛丼，来啊，会使食。我有顺续摕我的迄个画图板，所以我即摆要来教我的画图板。插伫我的电脑。哈？会考的题目是啥物？多做多得，这敢会伤困难？奇怪，我会记得即摆的题目应该是比以前较简单啊。毋过这以前都有啥物？想袂起来。迄阵有啥物啊？迄阵，大家敢知影？以前迄个冠星迄个时代，学校写作文的时阵，是爱摕毛笔的，是爱摕毛笔来写，写迄个细细粒的字。已经毋知影是咧训练文采，还是咧训练迄个写毛笔，应该是拢有啦。不过迄阵学校嘛无要安怎讲，嘛无咧认真教吼，就是互大家家己写，家己看要安怎写吼。迄老师嘛无一定会晓教，大家都迄阵嘛无，迄阵通常嘛无遐济迄个，一般来讲无遐济，即马讲的迄个课外的册，以前。阮迄阵无啥物，无遐尔济课外的册通看。学校是有啦，毋过学校的拢就是无遐济，所以可能大家拢无遐尔济机会会当看册，所以以前的迄个作文吼写起来，甲即摆的一定是差足济。即摆佫有专门的教材啊，即摆佫有专门的写作课，所以即摆。平均所有的学生写出来的物件，一定是会比以前较厉害。你规篇拢咧骂你的同学，安尼上好是莫互伊看会出来，就是避免一寡冲突。我即摆有画图板啊，会使来试看觅啊。哇 ，Mercury 有够过分，你得着对人生的失望。好，你安尼讲嘛对，真正的，有时啊，
甲一寡人，迄个做阵做代志，你上尾学到的，就是莫甲即种人做伙做代志。这无得安尼会当摕5级，安尼袂歹啊。你是写偌长啊？我有听讲有时啊，是。有时啊是迄个写出来长度嘛，会影响你是摕5级还是6级。就是有时啊共款的物件，你若是有写到可能1000字，你当然内底莫有迄个莫写毋对字，安尼有时啊共款的内容，你若是写较长，你就会为5级变做6级。这我进前听到的啦，也算参考。第色素中昼平安，第色素食饱未？我即马我偷偷叫迄个牛丼来，即马来偷食一喙。袂人会当摕分数，会使啊！你若是无离题，应该都无问题。毋过就是我知影有个人写作文的时阵，伊会骂迄个题目。我有听过有个较有想法的学生，伊若是感觉迄个题目出甲足后的，伊会骂迄个题目。毋过这就我听到的是安尼较摕无分，所以各位学生朋友会当避免。就是虽然有时你可能真正会感觉迄个出题的人无介巧，无咧动头脑，毋过嘛是爱。嘛是为着要摕到分数，你嘛是袂当骂迄个题目一面半安尼，通常一面是600字对无？安尼应该对，写较长拢会有基本的分数啦，因为无功劳嘛有考劳，所以就是对，会使写较长。阿舅下班啊，恭喜你会当骑车转去，会记得食饭食好饱。对啦，有时写作文嘛是咧拼速度嘛对。路人爱写字呢，阿姐。ET 拢分互迄个朋友。对啊，其实咱的朋友去食物件，都有迄种分龄的迄个感觉。请咱的分龄去甲咱斗食，咱就食着迄个滋味，咱嘛是有享受着啦。毋过有心要食饱可能较有难度，所以请大家见谅。我即摆有画图棒啊，会使来试看觅，看到底敢会算甲佫较顺利。毋过我可能爱整理一下我的桌啊。我即摆有放起盘，佮有放，佮爱放迄个画图棒，有较矮。90分，90分，安尼会较久，免先食。大家会使看迄个说明嘛，有讲冠星是中昼要食 game。好啦，无啦，讲笑。嘛对啦，嘛是会当趁烧先食。我想看觅我知，安尼我用正手来算，安尼我就干那需要四界刷位。正手会当食饭，倒手讲毋对，正手会当耍游戏，倒手会当食饭。安尼我有巧无？安尼来试看觅好啊，看到底会安怎？好，阿酸网络爱无阿酸网络要转啊，好，安尼阿酸先再会。我用画图棒，伊无插无有啊。
对，真正无得食饭。而且我阁发现一项代志，就是，先食。我发现一项代志，就是我迄个用画图板，我爱画较长，就是我迄个骨齿较灵敏吼，所以骨齿毋免画较长啊。若是用画图板，我的手就爱刷足长的距离，所以其实电脑哪像较困难呢？我等下也是先用骨齿好啊。哎对诶，即摆天气足寒，真正是迄个。即摆天气足寒，真正是物件，食物足紧就冷去啊。画图板敢会使调灵敏？我甲我的画图板无啥熟吼，所以我可能爱看一下说明。好，我知，安尼我就哪食饭哪看说明。我紧食吼。我 Mercury 讲了对呢，对，爱互迄只牛饲了较有价值，就爱趁伊好食的时阵，安尼对好，安尼，我赶紧食。伊无讲要安怎调。好，我会豆豆仔食。毋过其实嘛无偌济啦，我点细碗的，所以应该足紧就食了。哦，无，我毋是买瓦卡的，我是买迄个叫做 Airy， 毋知影大家敢听过即个品牌？嘿，食了啊，细碗的尔。其实惯性食物件足紧的，所以无细致的细碗真紧就食无。嘿，好，无我黑白试看卖，看伊敢有迄个，敢有法度调一个啊灵敏，可能无。好，咱搁试一摆好啊。好，安尼真是无法度。哦，mega 的，对，今仔日较无遐枵啦，啊，毋过，对，食迄个有一种叫做啥物，一种叫做特性的，今仔日食迄个 sukiya， 我较介意食 sukiya， 应该台湾就是。应该台湾主要就是 sukiya 加迄个叫做啥啊？袂晓读，又是诺亚，即两间应该是较主要的。即两间的牛丼我感觉真正有差呢。应该我感觉 sukiya 是毋是较淡、较咸、较淡？
应该是听讲是有较像日本的，有较像日本的迄个口味。迄个吉野家哪像是较淡啦，就是我知影有足济，我有足济，就是其他熟悉的信众朋友，因是嘛有真济人是较爱食迄个吉野家，应该是因为就是口味的迄个，大家人介意的无共啦。对，我是介意sukiya。毋过我较无咧食迄个做羊角豆，我较无咧食。毋过我感觉sukiya的迄个撒迄个青菜好食。又有淋蒜头，迄足香的，我足介意迄个因的撒青菜。啥物叫做北部的悲伤？你是讲你逐摆食吉野家拢会想到你以早伫台北食头路的迄个记忆。好，后摆咱点看觅，我会记得伊有迄个，就算讲是组合餐啦，就是安讲，就是你若是有点因的牛丼，就会当用较俗的介绍，加点因的迄个青菜甲汤，会使试看觅。而且因的迄个咖喱，我嘛感觉袂歹食呢。我有介意sukiya的咖喱。毋知影阿心敢有食过sukiya的咖喱？因为其实我知影爱食咖喱的人嘛是有分足侪派。哦，想讲来食肉就无点菜，嘛对。有60秒啊，会使，会使算迄个新的角色。北部的悲伤原来是这个意思，搁冷搁少，有影。对，南部的大碗才是真正的大碗。阿新嘛爱食sukiya。对，伊嘛有早顿，吉野家嘛有早顿。元气set，迄我无食过，我透早拢无机会去食迄种的，对，透早拢是早顿店食的。我后摆有机会嘛来食看觅好啊。对，因阁有迄个呢，sukiya嘛有迄个儿童餐，迄个儿童餐有附迄个因有一种饼，迄个饼足好食的。一粒卵豆浆汤。羊角豆因为我较无爱食羊角豆所以我较无法度体会这种快乐。有饼甲粿食，对啊，迄个儿童餐的迄个饼足好食的呢，真正足好食的，大家会使为着迄个饼来食看觅。而且迄个儿童餐的咖喱，迄个内底的肉足油的，就是真正是专门为着儿童来设计的。而且迄个咖喱，迄个口味足甜的，就是袂咸啦，袂咸的咖喱嘛。儿童餐的咖喱好食，所以这个人或者Hideyoshi会当创啥？哇哦！伊咧攻击的时阵袂甲时间，伊咧攻击的时阵袂甲时间暂停吼。安尼听起来。算起来应该都是较困难，哥，咱来试看觅。Let's party！ 大家人拢有迄个无共的代数吼，咱来试看觅。
好耍呢。啊！真正有困难，真正有较困难。救命！啊！哦，我感觉这若是会使动30秒就足厉害啊！Crazy Diamond， 啊，不过迄袂当治疗家己，安尼无啥物路用。啊！救命！我都甲时间暂停，都无算即个 game 的意义啊！我算即个 game 就是为了要体验时间暂停的快乐吼。所以即个角色对我来讲已经无价值了。好，安尼咱换一个好啊，再会。或者啥？迄块又是再会，我无需要你。好，无咱要是来算头毛的好啊，我感觉头毛的上，对我来讲上简单。对，伊敢若会当受到别人的时间暂停。哦。开始咧学白话啊！啊！人呢？人伫遮？呵，呵，呵，嘿，嘿，伊音乐其实足洗脑的呢，佫袂歹听。哦。这侪都骨头啊！哈哈哈哈！大丈夫啊，大丈夫啊，哈哈！哇，足侪人诶，闹一滚滚哦！哎，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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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想讲有一个成就，或者
一摆杀15个人，所以我邀工来留一大阵，安尼我才有法度做一摆，甲因哦哦哦哦。哦，这有骨头。应该有超过15个啦。啊，有安尼有好。啊！咱先来看卖到底有啥物成就会当来迄个。其实差不多啊呢。这个头毛的成就敢若差一个啊。咱看下卖哦。上尾的先生，我爱摕到10000分哦，安我就算是完成这个角色的挑战啊。好，安尼咱来试看卖。看敢会当伫，看敢会当伫，今仔日海神结束进前摕到10000分。6000分尔，哦，要差真济。落骨头。哦，这嘛无遐简单呢。无够紧，我倒下遐去，救命！莫倒救命！喂！啊，有6000分啊，有进步啊，有进步啊！有机会哦，我感觉这摆有机会10000分哦。有啊，10000分啊，10000分啊！安尼这个角色的挑战完成啊！嘿嘿嘿嘿嘿！对！赞！
奇怪，伊敢袂有新的敌人？是毋是就干那遮的这几种尔？我想讲看，奇怪，敢无搁较厉害的，就是一寡奇奇怪怪的。来看我到底会当冲甲偌济分。敢有2万？有呢。好，安尼敢有3万？毋知。啊好，啊好，应该是无法度啊。我要到极限啊！啊！先生，哦，得到迄个，会使算啊。这俗呢，这应该无超过100块，这应该无超过100块，会使试看卖。这真正好算。好，后一个角色，这嘛敢若差，这嘛敢若差一个尔呢，敢若差迄个1万分尔。好，安尼咱会使来试看卖。对，30几块吼，我会记得足俗的。啊，毋过，对啊，就是足俗，啊，毋过真好算。哦，我头拄咧想讲，这个人哪会无音乐？对，俗。啦！啊对啦，啊毋过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分数敢若4分1尔，所以较困难。对，海亚伊，就合作海亚伊啊！啊对，还有一条会对。哇！大家看甲拢想要算吼，确实是，确实是真好算。对，变做是我送互大家。免啦，免多谢啦，应该是做这个 game 的人爱甲我感谢吼，我互因有钱赚呢。我嘛希望有机会当得到 game 的业配吼，安尼我就会当哪开台哪咧算安尼。即马就是，无啦，我真爱算 game 啊。啊，呵。ET 遐款有直播好算，有好算，有快乐。奇怪，安尼无摕到哦，所以我死的时阵，我第2摆死的时阵摕到的分数无准算哦。好，安尼无得。ET 遐款平安，感谢你讲。多谢你来捧场。
哇，开始咧拍的啊，嗨啊！嘿，哦，偏偏嘛就死啊！嘿，哎，我是安怎死的？我家己嘛唔知。啊啊啊啊！退步，有退步啊！啊！啊！因为伊若像是做一摆台愈侪人，迄个分数会愈悬，所以我才会调工，甲遮个甲因，互因互因活较久咧，做一摆来台。哦，伊背伊咧害的应该是伊的迄个模啊是啥物？对啊，毋过看起来确实是做成迄个骨卡。啊！啊啊啊！啊哈哈哈！袂遐简单哦。哇！要紧，再来一摆，一定会愈来愈进步吼。嘿。伤济啊，伤济啊！哦，这若台无清气，就足麻烦。我煞袂记你，我应该是已经一条命去啊，对无？敢若剩一条嘛，即嘛？无哦，安尼袂歹啊，安尼我有10000分啊，会使交代啊，会使交代啊，啊，好，2个角色完成，赞，后一个，这需要做一摆台15个，佮有10000分，希望中昼平安，感谢爸，欢迎你来。对咧，古董已经食了啊，收起来。
第三个，当咧食啥物？冠生今仔日食牛丼，好食好食，Sukiya 的牛丼，毋是夹皮，就是好食。哦，冰大煮哦，冰大煮你会使叫外口的啊，虽然是有较贵哦。啊！无遐好食，哦，歹势，冠生拢叫庙公父才会当安尼。毋对，我应该毋免歹势，应该是有心爱歹势，伊食较济。得走。哦，做一摆台。啊！我个戆徛伫遐。食到咯，食到，恭喜总算是会当食到啊！恭喜平安到厝啊！对，伊生了有成迄个，台湾话要安怎讲？华语讲的迄个课语有成，伊嘛有成鬼呢。伊的迄个尾流，高水。哦。买日式便当甲炊卵好食，对啊，听起来足好食的。日本炊卵足好食的呢，我足介意食日本的炊卵。最近较无咧食手切茶，因为我感觉手切茶就是冰的较好啉。啊，毋过即摆的天气吼，为着要保护我的牙后，我干那会使家己泡，一寡烧的，就无法度叫手切茶。啊，若无热天的时阵，我食到拢一定爱配一杯。所以嘛，希望会当有厂商伫热天的时阵找我来业配好无？无啦。音乐较大声哦，安尼就是我讲话伤细声，可能我开始离麦克伤远啊。安尼我离麦克较近。对，无毋对。即摆点迄个上温度，就食起来就拿迄个凉的共款，无毋对。即摆的天气就是安尼啊。
毋过迄葡萄柚绿茶，就是爱食冰的才对。迄应该冰的较好啉，我是安尼感觉啦。嘿，我开始学背。无设置就过10000分啊！袂歹。安尼就凊彩算，会使交代啊。对，袂歹。对，水果茶就是爱，果子茶就是爱冰的啊。好，无要紧，先说，安尼这3只拢有啊，煞来是较困难的。毋过我知影有的迄个西餐厅，有的西餐厅嘛是咧做迄个烧的果子茶，迄啉起来，就是无共的感觉啦。毋过我当然嘛是较爱冰的。好，哇，我感觉一位较困难哦，这2位，另外2位拢真正有较困难。哦 ，Ruby 买死修啊！欢迎倒来。Ruby 买啥物死修啊？哦，对啦，有诶嘛是，有诶嘛适合，有诶嘛是适合食烧诶。好啊。哦，原来是中棍啊！对，摒扫战术，伊举即支扫帚，甲大家摒扫。有呢，有成呢，有成过23，有成。哦，这要摕到10000分，无简单呢。掠去采检，原来是安尼。甲大家掠去拄鼻孔安尼。哦，细子啊，恁的鼻孔。哦，着种就直接抬掉，安尼伤过残忍嘛。哦，直接互伊无病无痛。啊！啊哈哈哈！啊！哦，这要摕10000分哦，拜托。啊！哇！会使。
毋知后一只罗骨头伫倒位吼？我发现逐摆走了就会当开始为中刷过来，安尼应该是会较好。咱试看觅，就是，这我发现的战法。这种上麻烦的会大镜子的，就是一定爱抬掉。用讲的较简单，嘿，因拢用枪吼。无啊，这就无咧甲你讲武德的吼，因就是专工要来甲你抬这嘛无法度。呀，无法度规定因暗杀的时阵爱用啥物武器啊？哈！现在无抬着，我叫是我有抬着，啊哈！为中来，蹦，蹦，我感觉我安尼有巧，甲你讲，就是我逐摆拢转来中，安尼我就看较清。啊！来啊，来小拍！哈！会使呢。啊，这要有一只罗骨头。有喏，有较顺着无？哦，刺激！头拄叫是要互警单死啊，要互钱单死啊！啥物叫做威猛先生？我是扫便所哦。伊啦，伊是摒扫的，有对，对，即位是摒扫的吼，毋知影是安怎摒的吼，就遮咬拍。真正有威猛，对，无够威猛啊！差一点啊！看敢会当1万分啊！1点啊！好。即摆挑战了吼，应该就爱倒去做工课啊。不过咱会使甲即场算好了。威猛先生，真正袂当学了，随就出代志吼。
bang。啊啊，好，好，好。啊，哎，今仔日安尼袂歹啦，总共20个成就哦，今仔日都已经改15个啊。哎，安今仔日成绩嘛算袂歹，好算好算。哎，足多谢大家中昼陪我来算这算这轻松的 game。安尼希望大家吼中昼拢有食好饱，也未食饭的嘛，请赶紧去食饭吼。啊，今暗，今暗小等咱8点的时阵来算拍鬼。反正今仔日就会使甲上尾 boss 拍了，我感觉应该是会使，啊，不过我无确定。无是我感谢大家陪我吼，安尼咱来点名。Mercury 中岛平安再会，阿杰中岛平安再会 ，Ruby 中岛平安再会。那有，Saki 做当敢有？嘛对，拢咧算这小牌的 game， 确实是安尼。好啦，多谢大家。阿苏中岛平安再会。看卖个有送，我会当看所有的。好，伊敢若好，安尼今仔日感谢大家来，安尼大家再会啊！大家再会，拜拜，小等再会吼，暗时8点再会，拜拜，袂辛苦，好耍，阿苏中岛平安再会。头拄仔讲过，讲2摆哦，互你趁着。再会，拜拜。